来，好，可以，再加个人，盯着上。好，盯着去那边右边。好，前后站也可以，前后站，错位站吧。行，小罗去前面走，好，就这样，好，来吧，掌声有请。表情。谢谢，感谢你们的精彩演绎，谢谢。接下来的时间，有请我们的团长洛桑哥，有请我们的团长扎西，有请我们的江村同学三人同台演绎一首《格萨尔王》，掌声有请。尖叫是不够，他们不跳，尖叫声呢？太小了，尖叫声呢？好了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有请我们的洛桑哥到中间去，谢谢。这个已经不够了，手机抢不下了，没空间了。不要，我选了一个，绝对好，会，绝对会，我跟他说了。好，来吧。面部表情那就丰富一点啊！来吧，有请掌声。笑容。感谢两位团长，感谢江村同学，感谢两位团长对我们团队一直以来的努力和陪伴，谢谢你们两个，谢谢，感恩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。接下来有请邓珠大帅哥
给所有的家人们带来一首《新的一年》，掌声有请。掌声不够激烈，不上场。好，有请一首《新的一年》献给大家，来吧。 接下来的时间，那就有请帅哥主持人给大家带来一首《追梦人》。不要，我要换歌。感谢家人们来了 ，Let's go， 来吧，都来起来！见你们的双手悠悠，谢谢家人们。我走进吧。 让他让个锁子，让你让个金子，门里人气的把呀罗秋阿花接玻璃，让他让个锁子，让你让个金子，门里人气的把呀罗秋阿花接玻璃 ，Let's go。 哎呦，太矮了，真的。Let's go， 见你们的双手悠悠。阿罗从高啊走走近，我从那房子天地美路里。阿罗我从那地那三个金子眼，让他让个锁子。 让你让个金子，门
满里人气特把呀，罗秋老啊，就不嘞，让他让个所谓，让你让个金子，满里人气特把呀，罗秋老啊，就不嘞，Let's go。让他让个所谓，让你让个金子。满里人气特把呀，罗秋老啊，就不嘞，让他让个所谓，让你让个金子。满里人气特把呀，罗秋老啊，就不嘞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，有请我的大徒弟拉壮为大家带来一首《下面四》，掌声有请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对小二可说了2、3次。来，同学。说了3次，说了我都撇下来。好多视频啊！他们没有，来吧，掌声有请我大徒弟拉壮为大家演绎一曲《夏日四》，来吧。啊，他唱得好嘞。完了。好，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三姐妹为大家带来一曲《盛世枪堂》，有请。还有人要参加节目吗？请踊跃报名，不然才艺就到此结束了哟。来吧。如果没人，请今晚的主角女堂中们做好准备，要么唱，要么叫，边唱边跳都可以。来吧，有请。有请。
有请咱们昨日常务百灵歌王无极大宝贝，给大家带来一首清唱一首歌，掌声有请 ，Let's go！ 来吧，歌王，话筒就交给你了，来吧。还是这边去。这不走马来，一起来。来吧，不要谦虚了，来吧，唱一首歌吧。来，有请大宝贝，再来唱一首歌。那好吧。唱你会的吗？随便。谁呀？谢不